家己的布地有民众来指控，讲因兜的三合院风台了后霜冻严重，早就无带人咯。但是收到电费的小单，互伊拢人去，竟然爱25万9千块，这是咧变啥物网咧？台电出面来回释咧，讲是因为换电表抄资料出差错。 传统的三合院厝顶拢无去啊，规间厝剩几堵壁，外口的电器都要用塑胶袋包起来。家己关布地乡经过风台扫过，未少厝已经歹去啊，一看嘛知讲袂当带人。抑过最近有厝主收到电费钱的小单，惊一条。我这25万几啦。 原来伊伫8月收到通知，提醒伊设定自动扣款，用来纳电费钱的扣租钱无够扣，看到了真电费钱爱25万9。 错一个，我讲这用几十档的嘛，好安尼尔啊。啊，平常时啊，一个月偌济？300外块，200外块啦。平常时啊，无多少啦吼。无啦，即马倒去也未征收，也未迄啊。扣做的钱无够用，电脑会当发现小单无正常。风台过境了，布地电有一段时间失电，无人伫遮大电表拢无伫跳，却收到这款的小单，台电赶紧回失咧。 换装新电表以后，抄表资料输入错误，那加上台风过后，那同仁忙于抢修复原的工作，所以没有能够及时更正，才造成这样子的错误。那我们非常的抱歉。 讲问题出伫换电表了后，抄表的人抄了唔对去，不过厝边隔壁嘛换电表，难免卖烦恼。最近有换电表啊，爱烦恼参去隔壁共款无？ 几率真大，当然嘛烦恼。我若收到，我嘛是要起来回。账号内底扣的啦，等下再摕电单检查看卖啊。哦，对啊，无即阵我真正唔知影讲有扣加扣的，无加扣的。台电的检查同一批换电表用户的小单已经纳钱的，卖检查讲敢有出差错。不过，就有真侪人开始咧关心，因兜的电费钱的小单金额敢有合理？若是设定自动扣钱的，嘛爱较细致咧。 以免讲加纳钱纳甲唔知影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